台湾人爱啉饮料，一档大约收51支的塑胶罐仔。为着要来减少塑胶的使用有民间团体是推出全台湾头一支用再生塑胶做的塑胶罐仔，望讲业界未来嘛当来投入开发制作。即马环境部嘛拍算要来推出资源循环推动法，要来规范业者。一罐一罐的塑胶罐仔，伫咧机器咧洗，这塑胶罐仔真特别，是全台第一批用再生塑料做的罐仔。有关注环保的民团用再生塑料推出来循环罐仔，因表示有30%是用回收回来的塑胶罐仔落去做的。它的来源就是过往的保特瓶，好，它被清洗回收之后，再制成可接触食品的这一个聚酯粒子。我们这次的诉求基本上是希望环境部可以彼此互相合作，让台湾的保特瓶的再生料添加比例可以定出它的强制的目标。根据民团的统计，台湾2024年拢总产生51支的塑胶罐仔，因表示若是会当重新再利用，摕来装饮料，预估逐档会当减少7万吨的新塑胶材料。民团呼吁环境部会当比照欧盟强制规定，目前欧盟的规定是对2025年开始，塑胶罐仔要有29%的再生塑料，2030年提升到30%。民团希望环境部赶紧制定法规。目前呢，我们这个是自愿性的。今年的目标是25%，然后2030年是30%。我们一开始用这个宣导方式，那最后才用一个法令规范来去请大家来一起使用再生料。环境部回应，目前台湾是以鼓励的方式，也未强制规定业者。环境部未来也伫再生塑料的基地顶悬，甲业界加强沟通，毋望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